卡洛阿庫蒂斯嘅封聖係今年普世天主教會其中一項最令人期待嘅事件。然而，教宗如果按照醫生嘅囑咐休息，將唔會出席宣布卡洛被冊封為聖人嘅慶典。無論如何，專家們表示，封聖慶典將會如期進行。事實上，梵蒂岡已經確認，無論教宗是否在場，封聖慶典仍會舉行。教宗可以授權任何一位樞機或者主教，佢根據情況委派任務俾他人，並唔構成任何問題。關於封聖，關鍵唔在於邊個宣讀冊封聖人嘅經文，重要嘅係教宗已經遵循現行冊封聖人程序嘅規定。羅伯托·雷哥利係羅馬教廷同聖座各部會首長嘅歷史學家，佢進一步解釋，教宗生病並唔意味住普世教會陷入全面停滯嘅狀態。所有事件正喺度放慢速度，但並唔係完全堵塞嘅狀態。而家冇緊急嘅情況需要處理。僅僅因為教宗放慢節奏，並唔意味住整個教會都會怠慢落嚟。無論如何，教會仍然會繼續落去。從邏輯上嚟講，教宗必須作出部分決定，呢啲決定需要時間，但到目前為止，我哋仲未有睇到任何障礙。教宗方濟各喺入院之後，大幅減少咗佢嘅官方活動，從嗰陣時開始，已經過去將近2個月。與此同時，喺羅馬，人們對於曾經9次入住傑梅利醫院嘅已故教宗若望保祿2世，當時嘅情形仍然記憶猶新。教宗若望保祿2世其中一次入院住咗55日咁耐。